有冇驚喜啦？咁狀態嚟講咧，就郭俊廷就兩場都後邊幾步手步啊，係啊，即係會唔會嚟到呢度整個2幾破埋香港紀錄咧？就睇一睇啦。呢個日本嘅安川飛翔，代宏宇啊，國家隊嘅選手第4線。泰國嘅運動員係第5線嘅，佢都跑到10秒32嘅。其實大家都好近，哇！好多人幫佢打氣啊，郭俊廷。主場係唔同啲啊。跟住方俊晴就國家隊嘅選手，陳一樂啱啱新鮮滾熱辣就打破咗 U20嘅香港紀錄㗎啦，香港青年紀錄啦 U20嘅。馬來西亞選手啊，係第9線，咁啊實力相當接近啊！其實呢一場比賽冇錯啊，頭4名啱啱都見。咁呢個亞洲 U20紀錄就係泰國神童啊，寶神，佢奧運都打到入去前幾名嘅，咁啊9秒94喎，喺亞洲 U20跑到嘅時間都驚人嘅。咁啊，陳一樂咧就係起跑反應快，好似頭先咁咧就先彈咗出嚟先嘅。你追唔到我咧，我就贏㗎啦。保持到前程個優勢啊，係啊。支持係第6線道中國香港郭俊廷，第8線道陳一樂。好，起跑嘅時候咧，就泰國選手啊彈咗出嚟先嘅，裏邊線啊安川飛翔咧就暫時領先嘅。我哋睇下兩位香港選手可唔可以壓到線啊？哇，差唔多喎，幾位有冇機會第三？有機會第三喎，郭俊廷。有機會第三喎，郭俊廷有機會喎。咁睇啊，啱啱衝線時間10秒28。係啦，個風速就0.2嘅。咁呢度咧睇翻個慢鏡啦。咁啊，安川飛翔咧留埋，原來去到決賽先嚟啦。咁啊，代宏宇咧就係過咗去呢度。咁兩位哎呀，佢跌咗出嚟。第三啊，應該第三喎，真係。第2定第3啊？應該有機會第3。睇下。兩位中國隊就一定係有獎攞㗎啦。3位選手都係我哋中國香港同中國隊嘅選手。等一等，大中出最後嘅時間，冠軍有緊張啊！係啊，真係。第3啊，真係好。有冇機會為我哋爭取到一面嘅位到？仲等緊大會佢哋嘅一個拉線啦，咁啊，所以就敬請期待。會出咗啦！中國隊係第2，香港第2啊，郭俊廷第2名喎，犀利！哇，有幾場功夫啦已經。第1嘅郭俊廷就第2，第3反而係日本選手喎，安川飛翔。我哋中國香港選手郭俊廷，哇，攞翻1秒35銀牌，一面銀牌。哦，要睇個百分秒啊，可能，因為同日本選手嗰個時間咧就同時間。